日本藝能界全癱瘓，中村雅俊親友失蹤。日本9級地震震驚全球。70、80年代憑日劇前程錦繡紅遍亞洲嘅中村雅俊喺電視見到家鄉宮城縣變重災區，嚇到講唔到嘢。尋日向傳媒發聲明，話老婆同阿媽住喺東京，所以冇受影響。但鄉下嘅同學親友就一個都未聯絡到。而住喺核電廠爆炸嘅福島縣兼從未見過樣嘅人氣樂隊 Green， 尋日就喺 blog 報平安，話4位成員都冇受傷。其實地震後，日本藝能界都隨之癱瘓，好似 Lunacy、Mr. Children 同 Tokyo 呢幾日嘅演唱會都要改期。AKB48 喺秋葉原 AKB 劇場嘅演出都暫停開放。